各地的莲友们，早上好，阿弥陀佛。在讲义杂志上面呢，有记载一段内容，介绍的就是玻璃艺术的老师，叫做康维光。康维光呢，在台湾玻璃馆负责现场的示范。他有一双像魔术般的巧手，几分钟的功夫就能够把半一体状的玻璃呢变换出各式美丽的东西。康维光之所以被选为讲义的英雄，除了他有绝佳的手艺之外呢，最主要还是因为他是一位双脚不良以行却乐观进取的重度小儿麻痹患者。康维光19岁的时候才学会走路。回溯他童年的时候呢，10个月大开始便只能在地上爬着去煮饭，爬着养鸡喂鸭的，爬着去田里面拔草，甚至于他就学的时候，家人没有空接送，也得靠他自己爬行去上下学。小学毕业以后啊，父母就送他去当木雕学徒。有人看他在地上爬行啊，会当着他的面就说了：“你这个孩子一辈子都完了。”也有同学笑他说：“你跟狗一样，只能在地上爬。”但这些都没有打倒他。很乐观的康维光就告诉自己，如果他能够得到工作机会，一定要比大家更努力，更努力。皇天不负苦心人啊！康维光的认真努力，顾客都看到了，只夸他的作品啊比师傅的更好。老板、老板娘也对他刮目相看，就当他如自己的亲弟弟这样对待。而后呢，康维光投入了玻璃的代工产业了，仍然以比别人更用心、更投入的精神，得到了老板的赏识跟鼓励。所以康维光的人生道路啊，从只能在地上爬，到最后昂首阔步，像玻璃般那么璀璨、发光、发亮。只因为他乐观向上，把种种的不如意当作人生的必然。所有四肢健全、行动自如的朋友们啊，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啊！你们就看看康维光爬出来的人生哲学，你只要愿意打拼，天没有绝人之路啊！永远不要放弃希望。所有莲友们，我们深深体会到，在人生的生活过程里面，我们烦恼重重，压力很大，我们的心性不定，受环境的诱惑，经常堕落，经常沉沦，烦恼啊没有办法停歇了。我们的精神污染太严重了，造罪也很深了。这种情况下，阿弥陀佛发了大愿，永不放弃。我无论如何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罪恶的凡夫，不管你的罪有多重，你的业有多深，阿弥陀佛从来都不放弃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自暴自弃啊，把自己作践啊、践踏。此时此刻，我们的观念要一转，知道未来有阿弥陀佛的救度，我们绝对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光明。虽然我们有很多波折，遭遇很多困难，非常多的挑战，但是我们了解，我们过去的因可能不怎么美好，但是这一辈子，只要我们谨记在心，有阿弥陀佛慈爱的父亲，随时要救度，我们必然会由黑暗走向光明。所以我们一定要充满着希望，不要放弃自己。不管你所作所为是让人天都唾弃的，但是只要你浪子回头，一心向善，坚定的相信念佛，自然感召阿弥陀佛慈悲的救度。这样我们抱着一种无穷的希望，未来必然充满着幸福跟快乐。我们借这个因缘，借这个公案，大家互相来鼓励，千万不要有意志衰弱那一种悲观消极的思想。大家一起努力，好好的念佛，必然能够改造我们未来的前途。感谢大家，阿弥陀佛。